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我是赖昌邦。根据统计，台南市各年龄层确诊比率都低于全国平均，但只有90岁以上的台南长者平均确诊比率超过全国平均，加上长者打疫苗的意愿都偏低，所以这一回台南市除了原本打疫苗送500元的奖金之外，还祭出了抽气机车和黄金等大奖，希望鼓励65岁以上长辈赶快来打疫苗。台南市近日来疫情有明显下降的趋势，不过从确诊死亡比率来看，75岁以上长辈最高，其次是65岁至74岁。为了鼓励长辈施打疫苗，提升保护力，台南市长黄伟哲宣布，只要5月16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当中，65岁以上和55岁以上有原住民身份的市民，有施打第3剂和第4剂疫苗的，都有机会抽奖。奖品从骑机车、黄金到电冰箱都有。只要涉及在台南市的年长者，他在6月27号开始，到8月31号这段时间，只要去施打第3剂或者是第4剂的好朋友，都可以符合资格来这个参加抽奖。那除了可以获得政府所这个赠送的500块礼券之外，还有2剂的这个快筛，这是不用抽奖的。那如果说要参加抽奖的部分你除了拿到快筛拿了500块之外，可以参加抽奖。黄伟哲强调，长辈打疫苗保护自己，除了免费领快筛500元奖金，现在还有机会抽大奖，所以请市民透过台南打疫苗系统来预约。记者郭文吉、杨顺怀采访报道。高雄寿山动物园成立满44周年，今年10月也将重新开园。园方特别设计了最新 logo， 以台湾黑熊为图形，基本架构融入了山海意象的线条，搭配缤纷的色彩，展现新动物园品牌形象。而开园时也将以 logo 特制的造型甜点欢迎民众的到来。寿山动物园的台湾黑熊平平正在园区内寻找食物，浑圆的身形和胸前白色的 V 型留给大家很深的印象。特别是园区曾经成功自然繁殖2只台湾黑熊，因此建筑团队特别以台湾黑熊作为动物园的新 logo 图形。所以其实我们在黑熊的繁育、那它的收容及教育上，其实长期都有蛮多的成绩跟琢磨。那另外就是因为我们高雄其实也有熊的谐音，那所以我们就想说用熊来当做我们寿山动物园的形象的 logo。几笔线条就勾勒出台湾黑熊的身形，有蓝色的 V 型和绿色的鼻梁，黄色代表阳光，粉红色代表可爱和喜气。能够以保育类野生动物台湾黑熊作为寿山动物园的新 logo。台湾黑熊的退休保育员邱大哥也与有荣焉。平平，1岁后呢，也是不能进去了，因为他长大站起来都比我高的所以也是有危险的，因为他会跟我玩，但是呢，伊不要扎的，伊是虽然伊是要跟我耍但是伊的腰总会腰受伤。在民国67年的时候，所以我们用蓝色的起点在西子湾，那带到民国75年，我们是搬迁到寿山，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来串起来，就是用蓝色跟绿色来象征当时从西子湾然后搬迁到寿山这边。除了有新 logo 为寿山动物园带来新气象之外，园方还特别邀请星级主厨以新 logo 制作一款联名甜品，将在10月开园时推出。那他们是米其林的甜点店，那这次也搭配我们全新的 logo， 那特地帮我们设计了一款白色巧克力的纪念款，就是这个以我们寿山动物园的 logo， 然后绘制在他们的白色巧克力上。高雄寿山动物园成立满44周年，从西子湾时期到现址，并且从去年开始启动新动物园运动，历经1年多的改造，即将在今年10月让大小朋友幸福归园。记者萧怡轩、赖昌邦高雄报道。因应卫福部强化社会安全网计划，高雄今年起成立南部首座性创伤复原中心，由卫福部全额补助，协助年满18岁的性创伤事件受害人走出阴霾。
复原中心团队特别策划性创伤倡议艺术展，展览中规划一整面的新闻事件墙，透过真实事件，让民众更能够感受到性创伤的冲击。每本书中都描写着一个个真实的新闻事件，与墙上的刺耳话语相互映衬，更让人痛心。由性创伤复原中心主办的艺术展览在1号开展，主办方发挥巧思，就是为了让看展民众能对受害者的创伤经验多点共鸣。这样子的一些事件是需要被尊重和相信，它是真实发生的。墙上张贴的句子，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网络上都不少见。这些其实对创伤受害人来说都可能造成伤害。比如说我们会说啊，你怎么穿这么少？那你是不是想要给别人看？那其实这样子对一些受害者来说，其实都是很恶毒的一个伤害。一整排的娃娃中有不少都戴上了耳机，陪伴和聆听能带给创伤受害者相当大的支持，因此在展览中特别规划了专区。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聆听这个录音带的部分，可以去发现他的觉察里面有什么样不同的声音，其实是受害者发出的，或者是它是一个真实事件的声音，只是可能会被很多不同的声音去掩盖掉那些真实的情况。对，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大家去发现更深入的内容，也可以做一些讨论。是勇敢跨出第一步是痊愈的开始。目前南部唯一的性创伤复原中心就在高雄，年满18岁过去有性创伤的当事人都能申请免费服务。记者邱玉婷、苏玉文高雄报道。最近造成许多讨论的亚洲的地狱与幽魂特展，在台南市立美术馆盛大开展。官方特别在开展前夕召开记者会，透过这则报道来先睹为快。最近在网络上掀起一片讨论的亚洲的地狱与幽魂特展，已经在6月26开展了。台南市美术馆特别在开展前举办了记者会，介绍这次展出的内容，包括日本河童、泰国的厉鬼幽魂娜娜，到经典电影里的僵尸，都是这次展出的重点。南美馆董事长舒宪法表示，展览的环境其实一点都不恐怖，大家可以安心看展。如果你来看了以后，其实这是一种文化的精神的一种展现。那对整个所谓的幽魂文化也好，鬼魂文化也好，这是长久以来我们所不能避免的。那为什么说不能避免？那是一种长久的传说。这个传说，怎么样你才能够打破这个传说？我们只是说这个展览把外国人、法国人他来看待东方文化的这个鬼魂文化，所以有中国的、有日本的，还有台湾的，还有泰国的。尤其这次特别呢，展出我们9位台湾的艺术家，法国馆方非常的期待，我们台湾的艺术家可以亲自参与。该展览是由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于2018年推出，介绍数个世纪以来亚洲对于鬼的恐惧与想象的展览。展出的作品相当具有代表性，而首次世界巡回就选择来到台南，其实也是因为台南有着众神之都的美誉。受邀看展的副市长赵清惠表示，台南作为一个众神之都，我们从临水夫人一直到我们的那个玄天大帝喜公庙，这个都是一个人，把它就是说从生到死都有我们的庙宇在照顾，所以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议会所有的今天出席的我们的民意代表，特别来加持。这次展览在台南市美术2馆展出，展出的日期自即日起到10月16为止，平日与周日开馆的时间到傍晚6点。周六则是到晚上9点，欢迎民众前往参观。若是想要挑战自己胆量的民众，不妨可以利用周六的晚间前往。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台南美术馆推出亚洲的地狱与幽魂展之后，引起轰动，连带也让嘉里骁龙文化园区所推出的义阵展参观人潮增加1倍。因为园区除了有家将等众神明的保佑，成了另类的收金，也和许多的宫庙合作，免费提供各种平安符、香火袋，让游客安心。
台南市美术馆推出亚洲地狱和幽魂特展，引起轰动，参观人潮不断。不过对游客来说，如果看了会怕。其实骁龙文化园区所推出的义正馆有家将，有十二婆姐，还有众神明，等于是替大家免费收金服务。同时展览一推出，第一波包括嘉里金堂殿、振兴宫、西港清安宫等6间庙宇都配合，每天免费赠送限量的平安符、香火袋等等，让游客安心又开心。骁龙文化园区的这个台南义正馆这边呢，因这个目前因为在南美馆那边开展的这个亚洲地狱展，所以我们也就是以此就是做一个相呼应。那我们这边本来就已经有展示的，像我们后面看得到的这个是我们的家里的振兴宫他们的这个提供的这个神像在这边帮我们坐镇。那我们其他还有12婆姐跟家将的部分，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就在网络上呢先呼应了这个地狱展的展示，那跟民众保证说呢，如果过来这边逛一圈的话呢，一定是将爷这边的可以给你呼呼，可以给你这个收金的这个服务。那因为这个样子呢，所以其实蛮多的在地的宫庙，包含就是我们家里的这个金堂殿、那振兴宫跟三五甲的这个正山宫，还有说西港那边的庆安宫呢，也都跟我们联系，那主动的想要提供就是平安符这边来给民众可以索取，所以民众来这边呢参展的这个同时呢，也可以拿到就是来自各个宫庙的这个保护的这个平安符。那这些平安符呢，在过来我们园区之前呢，都已经先过了香炉了，所以一定可以提供给大家就是压惊的这个功效这样子。骁龙文化园区的义正馆，因为南美馆地狱展的话题，参观人数增加1倍。根据了解，光上周6和周日2天就5000人。觉得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子两边的话啦，哈，那你这边的话应该是会比较正向的，那比较属于去宣导我们台湾宗教嘛，哈，宗教文化啊。那个你说第一展那边的话，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可能是一个可能比较不一样的展出这样子。那如果以目前这样子看起来的话，我觉得还是这一边会比较正向一点。就是因为南美馆的展览，然后得知说骁龙文化园区有义正馆的展览嘛，那所以带小朋友来多认识这些对传统义正的那个文化，蛮有趣的。但妹妹觉得有点可怕。南美馆的这个展示开展了之后呢，我们这边的人潮光是义正馆这边大概多了1倍，成长了1倍这样子。以往的话，我们的这个园区的这个人潮大概义正馆这边大概假日的时候可能大概700左右。那可是这个地狱展开展了之后，我们这边大概整个成长了1倍，这样民众比较对于就是变成对于我们义正馆这边所展示的文物呢，跟这边的这个宫庙的文化呢，都比较关心了起来，这样子。台南义正馆这回展览将到8月底，当中沉浸式影像和阵头、法器、脸谱等文物展品，就是要给旅客趁机会了解阵头文化，而且参观展览还可以抽吉祥签诗。记者郭文吉、林银根台南报道。为了增强关怀据点志工的教学技能，高雄市楠梓区公所向市府争取到1笔参与式预算，聘请专业的彩绘老师教志工学习亚克力彩绘，从拿彩笔的基本技法到运用瓶盖以及纸杯等工具，就能够塑成一幅画。志工们学成之后，会教长辈继续创作。彩绘老师在台上教学员怎么拿水彩笔画水草，先从笔尖落在画纸上，再轻轻下压往后拉，好几条水草就画好了。花瓣的画法也是笔尖先下，由外往花心的方向压。经过老师的指导，志工和长辈就很快抓到画的技巧。一开始的时候，我的笔就可以压下来压的，就等于说，老师一看就说我这是不对的。老师教什么我们就写什么啊。我们现在就是老人嘛。都不要给它退化掉了。先让他们入门，等他们上手了以后，那个颜色都熟悉了，那就可以再多一点的创作。
这堂课是楠梓区公所向市府研考会争取到的一笔参与式预算。之前经过各关怀据点的讨论，决定开设创意手作的课程，聘请专业的绘画老师，教志工们学习亚克力彩绘，之后可以在任何物品上进行创作。譬如我们的养鱼的那个玻璃的透明的瓶子，也可以加一点那个亚克力彩绘，那就增加的很多不一样的。那这个是透过公民参与式的一个投票，这个是一个优选方案。那也感谢蒋钦的对公所的一个支持，对社会老人福利的一个协助哦。蒋钦护理关怀据点的志工和长辈都很有绘画的艺术天分，在老师教导下开始练习各种笔法。老师还教长辈用瓶盖、纸杯等工具来作画，就能够快速完成一幅生动的画。就是都有心想要去增进自己的能力啦，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学习方面的动力都很强，我就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原因。透过这样的一个手作课程，可以活化我们的脑力，然后创造力，让我们的老人家呢能够更活泼，然后也比较不会有失智迟缓的一个问题的产生。透过由下而上的参与式预算，让楠梓区关怀据点的志工学习到专业的绘画技巧，未来能够在关怀据点里继续带领长辈作画，为长辈增添生活色彩。记者肖怡轩、赖昌邦高雄报道。为了让长辈接受专业的体适能训练，苓雅区正大里凯旋长照站特别安排长辈到苓雅体适能教室，老师带领长辈用趣味竞赛和游戏的方式，像是用脚拨一长条的布和用手抓抛接伞等等，在玩乐当中训练长辈的脚力和手力，大家都玩得非常开心。长辈坐在椅子上，要用脚把一条长长的布拨进来，先用跑步的方式拨，接着难度更高，大腿中间要夹一颗球，两脚还要同时拨，再来手上也要拖着一颗球，这样就要运用到核心肌群的力量，谁拨得快谁拨得慢，马上就看得出来。然后第二次我想说脱袜子比较顺，结果一看不行，我的地跟他的是滑的，然后我的裤子是滑的，坐那个椅子有没有？我快滑下去了。你怎么那么厉害？没有啦，今天第一次啦。用脚把球夹着的时候，那你的腿内侧肌群也会出力，然后在核心肚子也是相对会出更多的力量。另外一个游戏是玩抛接伞，大家一起把伞往上抬，再往下拉，手都要用力抓，不然伞就会飞掉。接着把一堆球放进伞里面，大家合力把球弄到指定的人前面。有的人要把伞抬高，有人要把伞拉低，同时考验长辈的认知能力。就我要低呀，嘿，嘿，他就球会过来。刚刚那个大风大浪的时候，你手有没有抓得很紧？有啊，要抓紧，要不然都会掉了。对，用颜色，那你可能可以跟他说，我们今天要把颜色送到哪一个，就把球送到哪一个颜色去。对对对啊，所以刚刚的替代方式是，我们用人，就是说，我要把球送给谁？这是凯旋医院和苓雅区正大里里长合办的长照站，院方希望长辈能够接受专业的体适能训练，因此来到苓雅体适能教室，在体适能老师几堂课上下来，有发现长辈都玩得非常开心，也增加了身体各项机能，增进他的社交能力。那出来活动，在生理除了生理上，心理上，我觉得心理上的进步是最多的。我非常高兴，非常快乐。我自己也下去玩了，你们都看到。里长跟我们协会这边合作的话，可以让长辈来这个比较大的一点的场所啊，有同伴一起来运动，可以增加他们对肌力运动的训练的话，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用竞赛的方式或团体游戏方式最能够引起长辈的兴趣，再加上各种道具的辅助，带动长辈各项肢体动作，在活动的同时更能够让心情保持愉快。记者杨家伟、赖昌邦高雄报道。由台南市农业局所主办的2022台南国际芒果节，日前在走马赖农场由市长黄伟哲主持盛大的开幕式。会中还包括了农委会农粮署署长、外贸协会董事长以及各级民代贵宾都前来参加，一起向全国民众来推荐台南的优质芒果。
好，掌声欢迎，谢谢。由秘书欢迎，谢谢大家，谢谢。好，看到呢，现在呢，我们这个6颗巨大的芒果已经呢在3、2、1，请揭开！哇，看到了我们非常鲜美多汁、我们好吃的芒果，另外还有我们的饮品。外销事实上多亏了我们农粮署还有外贸协会努力的帮忙。让我们台南的芒果的通路能够打开，能够让更多的国际友人也让知影咱台南芒果原来这么好吃，这么微细这么好吃。那我们看到今年也打开纽西兰的通路，销售了1万多公斤，希望将来澳洲的通路，澳洲纽西兰隔壁通路也可以打开。我们吃纽西兰的奇异果，他们吃我们芒果刚刚好。所以说，我们希望说两果交流也是两国交流。体验芒果的采果乐，还有相关 DIY。满拍完照请松下。芒果采雪的朋友，好，看到前方，再次看到前方没关系，后面的我们稍等一下，我待会呢让前方的拍完了之后呢我们前方的媒体记者朋友。今年呢，1182公吨里面香港占54%。1114，第二个是日本，日本是394公吨，占21%，第三个是韩国，374公吨，中国呢到昨天50公吨，降3%，所以从去年29%降到今年100%，土地就有中国降起来了。外贸协会会继续跟台南市政府跟农委会一起合作，把我们台南最优秀的芒果行销出去，让它变成我们的台南之光、台湾之光。位在高雄苓雅市场内有一间小店，专门贩卖韩国料理。简约的装潢成了传统市场内一抹独特的风景。为了让料理更贴近市场买菜的婆婆妈妈的口味，老板也对料理做了调整。现在这间小店已经有不少忠实的顾客。就菜市场内的一角，一栋老房子的1楼被改装成开放式吧台，挂上灯泡，暖黄色的光为小店拉满氛围感。因为那个看起来，对啊，那个漂亮啊，然后那个，气氛也是不错啊，对啊，那个有一点那个蛮特别，所以我这个去看看呐。其实我们也没有做太多装潢，我们就是作为这个吧台，还有一些灯光，然后加一些装饰而已。然后之前还有客人在那边求婚，然后还有客人在那边拍婚纱。泡菜煎饼在锅子上被煎得外酥内软，小店用简约新颖的外装吸引路过民众，再用香气虏获饕客的胃，甚至有日本顾客一试成主顾。1个礼拜1次2次，对，但是那个那个生意很好，所以来的时候几乎买完了。对，我来12点半来的时候已经那个买完了。老板过去曾经在商圈开过韩国烤肉店，后来考量租金成本后，决定转战传统市场。但要在菜市场让卖韩国料理的小店站稳脚跟，一开始并不容易。一开始的话，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卖什么，他们可能会怀疑说到我们在卖是做什么料理，还是什么奇怪的东西。但是后来他们尝过之后，也觉得我们东西好吃，然后就有口碑的相传方式越传越多。现在很多附近大哥大姐都蛮喜欢我们的料理的。为了提升到传统市场买菜的民众对于异国料理的接受度，老板下了不少苦心，更特别调整料理口味，用心的装潢加上不断的尝试，成了小店留住顾客的秘诀。记者潘志光、苏玉文高雄报道。
香港港区国安法实施被认为是宣告终结香港自由，而在港法实施2周年的日子，有许多为了自由来到台南生活的香港朋友所组成的台南香港关注组，特别以时光屋的概念整理出他们所珍藏的香港记忆。在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和台南社区大学支持合作下，共同举办香港时光屋特展，将于城南25空间展出。以前说到香港，首先想到的都是香港电影、港式餐饮、招牌林立的街头等等，但现在的印象好像只剩香港人争取自由的画面。尤其在港区国安法公布实施2周年的现在，让许多热爱自由的香港人感受更深。这场叫做“香港时光屋”的展览，是以香港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来呈现最真实的香港记忆，并以黑盒子模拟香港的城市景观，每一个黑盒子代表香港的高楼大厦，里面存放着一个个香港人记忆深刻的历史事件，以及对于自由的梦想。这个主题就是以时光屋的概念，把香港的过去、现在、未来重现。那过去的话，因为今天开展的日子啊，6月30号刚好是港区国安法实施2周年。那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很多人权自由都消失了，而且整个很多城市面貌啊，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啊，都随着这累积的慢慢消失了。所以我们找了很多在台港人，用图像拼贴的方式做了10几个时光屋，表现香港过去消失的不同的自由人权。除了过去的部分，中间还有现在的部分。现在虽然我们看起来香港在国安法的打压之下，已经没有街头示威了，但是不代表香港人不再发生了。因为香港现在的独立出版啊，跟独立书店的数量啊，是前所未有之多。大家都想要用自己的方式继续的记录香港。这场展览是由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台南社区大学以及台南香港关注组共同举办，也希望借由展览号召民众共同关心香港人权议题。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标语，而是一个愿望，也希望呢，以前香港呢自由的社团的公民社会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呢，能够再回来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展览呢，希望呢那么带到呢我们对香港的希望。但是呢，很可惜呢，这个香港的希望呢，在香港的土地是很难去说的，所以呢，需要各个地方、世界的各个地方呢共同发声，因为在香港这一块地方呢，未来的希望呢已经被窒息了，所以需要大家呢的共同的想象，让香港重回往日的荣光。记者会这天，市议员陈怡贞以及永康区市议员参选人朱正轩也都来到现场声援关心。主办单位欢迎市民大众从即日起到7月10日期间，前往中西区信义街25号城南25空间看展。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赖长邦，我们下次再会。